咁就遵眾要求，就諗住拍下，即係到底韓國嘅基層生活係咪真係咁慘咧？係咪窮到咩連臘八菜都冇錢食咧？後嚟當佢經過完一段時間觀察之後咧，咁佢就居然拍片分享到啊！我在韓國這個月簡單聊一下我的感受，大家讓我多去接觸接觸底層，多拍點悲慘的，我盡力去找了。我最真實的感受就是我感知不到誰是真正的底層。要係大家咁相信大家知道咁在最近啊，咁喺中國社交平台上面有一個 post 就真係好 hit，咁點解咁 hit 咧？就係因為一個 post 好快就俾個平台斬走咗。咁啊一個 post 主要係講啲乜嘢咯？嗱，講起一單嘢就好笑啦，說屌你有位你就係一位中國 KOL 就分享佢喺韓國嘅親身經歷，咁然後說屌咧你就唔好再跑嚟跑去啊，警告你！咁就係有一位中國 KOL 就分享佢喺韓國嘅親身經歷，咁原先就因應觀眾嘅要求，就打算走去拍下韓國基層嘅生活有幾咁慘。你知道啦，即係一啲嘢中國小粉紅係最中意睇噶嘛，係咪先？咁之但係唔拍又知我，一拍就居然俾佢發現，唔係啩？喂，南韓嘅基層生活，喂都真係幾好噶喎，月入計翻人民幣即係萬幾蚊添會有成。相比起我哋中國嘅基層，哇大佬做成狗咁先到幾千蚊啊，又冇生活保障、社會保障，哇真係點解會咁樣㗎？南韓基層生活真係咁好嘅咩？我大佬真係冇比較冇將來喎，幻覺嚟嘅啫，嚇我唔到嘅。咁正正因為咁啊，就令到嗰位中國 KOL 就相當之無奈啦，然後就有感而發喺網上面出咗一個嘅 post 就去分享一個嘅經歷。點知大事隔一陣之後咧，居然係俾平台即刻斬走咗。點解又咁啱就喺呢個時候啊？咁 Benz 喺中國咧就宣布裁員，被裁員嘅員工最高嘅賠償係 N+11啊！咁呢一件事要引嚟咗好多中國網民嘅熱烈討論。咁再睇翻即係頭先有中國嘅 KOL 所分享韓國嘅基層生活比中國更好呢一番嘅言論啊，就令到有一啲嘅中國網民不得不反思嘅就係，到底中國嘅基層其實係咪奴隸嚟嘅咧？咁我今日就同大家探討一下呢一個嘅話題，俾你哋睇睇下，到底嗰一班中國網民對於外界嘅生活，例如係韓國嘅生活嘅認知係點樣咧？同外界真實生活嘅差距又有幾大啦？到底喺中國做基層係咪真係咁慘咧？咁到最後都係嗰句啦，咁我都會就住一件事去分享一啲我嘅個人睇法嘅。OK，咁好啦，咁喺一條片開始之前咧，如果你中意條片嘅，俾我 like、share、comment、subscribe 我 channel， 又或者可以加我嘅會員頻道支持我噶。如果你想了解多啲，亦不妨可以 follow 我嘅 Facebook， 又或者 IG。咁好啦，事不宜遲，我哋而家即刻開始。嗱，咁話說近呢幾年啦，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啦，就話有越來越多中國人每當去其他地方嘅時候咧，都會不斷踩低別人，抬高自己，永遠都攞中國嘅嗰個標準去睇全世界，而引嚟唔少人嘅反感。咁正如以往拍片都有分享到啦，無論係馬來西亞、日本、香港、台灣、新加坡，都受到中國小粉紅唔同程度嘅騷擾，不斷將佢哋中國嘅嗰一套價值觀咧強行套落其他人嘅身上，甚至係透過批評其他嘅國家，譬如係物價高，地方又冇中國咁好咁靚。咁乾淨，啲嘢食又冇中國咁好食，呢一種嘅形式嚟到去獲取佢哋嘅嗰種民族優越感。咁你至於韓國咧，咁當然係冇得幸免啦。近年喺中國社交平台上面啊，都充斥住好多踩低韓國嘅影片，就例如係不斷話韓國好窮啦。韓國人為啥窮？我發現啊，韓國人的慾望真的是太低了。以前啊，我一直以為他們是不想消費，現在啊，我發現他們是真的窮，窮到連臘八菜都冇錢食。說出來你可能不信，韓國人窮得連辣白菜都快吃不起，連咖啡都冇錢飲。經濟不景氣，連酒類和咖啡這些快樂水都成了奢侈品。咁正因為咁啊，喺中國就有一位都算係幾出名嘅 KOL， 係出名買中國 A 股蝕晒啲錢啊。咁就遵眾要求，就諗住拍下，即係到底韓國嘅基層生活係咪真係咁慘咧？係咪窮到咩連臘八菜都冇錢食啦？後嚟當佢經過完一段時間觀察之後咧，咁佢就居然拍片分享到啊！我在韓國這個月簡單聊一下我的感受，大家讓我多去接觸接觸底層，多拍點悲慘的，我盡力去找了。我最真實的感受就是我感知不到誰是真正的底層。服務員280萬收入，搬運工300萬，銷售300萬，美甲師300萬，電焊工500萬，工地600萬。大家收入都差不多，幹越累越髒的活，反而收入越來越高。那你說誰是真正的底層呢？我看他們每天出門也都是穿着名牌，收拾的溜光水滑，實在是拍不出來有多慘。反而在我們的刻板印象裡，服務員或者送外賣的往往和農村人、沒文化的、
辍学的、老哥这些词儿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我们这些从小受社会主义人人平等思想熏陶长大的一代，为什么会对此出言讥讽，又为什么會對享受着同胞廉價的勞動力而沾沾自喜，把自己當人，也把別人當人。說時遲那時快，咁就喺同一時間，咁 Benz 就喺中國就正式宣布裁員，咁而且更加講到話，被裁員嘅員工除咗獲得 N+9 嘅賠償之外，如果未來2個月都係冇入職新公司嘅話咧，仲會為佢額外發放3月同埋4月嘅人工，相當於最高賠償係 N+11啦。俾啲行家知道，會唔會笑我哋變態㗎？而 Benz 呢一個舉動啊，就令到一眾中國網民感到譁然，咁然後就有越來越多中國人啊，就開始喺網上面不斷抱怨講到話，給 BBA 一個裁員的機會，它能讓所有打工在原地破防，只因他給的實在是太多了。這賠償也太誇張了吧，實在是太讓人羨慕了，也不知道其他國內傳統的打工人看了會怎麼想。這我別說見過了，我聽都是第一次聽說呀。要是我在那幹，說實話，這個錢拿的我心裡面都稍微有點愧疚啊，受寵若驚。在我們國家自己的這片土地上，反倒是外國企業更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首先第一個想回應嘅就係、咁的確嗰位中國嘅 KOL 咧係道出咗一個嘅真相，就係、韓國基層嘅人均月薪係比中國嘅基層高。咁之但會話，即係其實有好多人，包括頭先嗰位 KOL 啊，都係好容易墮入一種思想盲點，就係、好多時都會直接攞一種嘅指標啊，就走去同其他國家去比較，例如係新金咁樣，就走去同韓國去比。即係情況就等同我以往拍片都係提及到啦，就話有唔少嘅中國人啊，每當去到其他國家嘅時候咧，都總係會拍片講到話，哎呀嗰度嘅物價真係好高啊，冇中國咁平，所以喺中國生活真係好幸福咯。即係如果真係按照你哋個 logic 嘅話咧，話大佬啊，非洲一定係全世界最幸福嘅地方嚟啦。因為點解啊？咪就係因為啊非洲嘅物價低咯，係啊，咁所以啲人咪就好幸福咯，咪就係咁解咯，係咪啊？咁更何況就話韓國仲要係發達國家嚟嘅，咁而反觀中國咧。雖然成日吹到自己有幾咁強大咁之，但都仲係發展中國家嚟噶嘛，講真。咁如果你哋真係想比嘅話咧，就應該要全面啲咁樣去比。就例如係可以睇翻全球各地嘅生活質素排名，咁裏邊就涵蓋咗各國嘅收入水平啊、生活成本、消費能力、醫療保障等等各項嘅指標，衡量一個國家嘅生活指數。而睇翻韓國咧，咁其實佢全球係排第37，咁你反觀中國啦，咁佢就排喺第61名，哇！頂你個肺啊，連印度都過佢添嘅。唔係啊嘛？咁所以又使鬼走去韓國睇人哋基層嘅月薪幾多咩？單睇呢一個嘅數據啊，就已經話俾你聽，人哋韓國人嘅人均生活質素係比中國好噶啦。我知道噶，總有一啲人當聽到一度嘅時候咧，就會反駁講到話，怎麼可能呢？我在中國長大，我比你更了解啦。中國人的生活根本就很好，是你們羨慕啊嫉妒我們才抹黑中國而已。係咪講笑㗎？即係只要你稍為留意下我影片下邊嘅嗰啲留言咧，都係會發現有幾個一啲咁嘅傻鳩噶，甚至乎喺中國社交平台上面咧，都係唔難發現一啲人添噶。我想知道國內誰家活不下去了，上不了學了？你吹韓國就吹韓國，別閉着眼睛踩我們好吧？什麼飯都吃不上吧？我這種小地方都沒見過。因病無勞動力致貧的都有相應幫扶措施，失學兒童更不可能見到，每年都有普查，不落一人。反倒是韓國窮家庭是真多，吃塊肉都跟過節一樣。你在韓國餓死都沒人理你，你信嗎？中國就是只有你一家人住在山上，他都拉電線去給你通電，知道嗎？咁到底點解數據顯示你哋中國人均嘅生活質素咁低咁之，但係有一部分嘅中國人感受唔到㗎啦？咁梗係啦，咁啊因為生活得好艱苦嘅嗰班中國人啊，你見唔到啫。咁之但係唔代表係唔存在喺中國裏邊㗎嘛，講真。即係就正如以往我走喺中國大陸嗰個交流咁樣，都遇過好多生活好艱苦，月入1000又或者唔夠1000蚊嘅嗰班中國人㗎喎。只係現實上面佢哋好少主動同人哋去分享，又或者係你自己都好少留意一班人啫。咁最有趣嘅就係，即係正如剛才影片中嘅嗰位中國人咁樣，當佢現實生活中遇唔到一啲中國窮人嘅時候咧，佢就真係以為中國冇窮人噶啦。係啊，我身邊都冇窮人啊，中國又點有可能有窮人嘅？真係搞笑啦！千祈唔好笑啊！我發現有好多中國人都係有一種閪思維噶，即係就例如係中國明明好安全啊，身邊都冇發生啲咩事啊，邊有打人啫？冇打人係咪啊？咩啊？明明中國咩流感啊，冇流感，我身邊嘅人都冇
流感，我問咗幾個 friend 都話冇流感啊，醫院都冇問題啊，咁諗乜咁啫？老實講句，好心你哋就嗌個屎忽諗下啦。如果中國真係好似你所講嚇，冇呢一啲咁嘅窮人，大家嘅生活質素都係咁好嘅話，一早就成為咗發達國家啦，仲發展中國家咩？點解去到依家都仲係發展中國家啊？你答我啦。所以有時真係需同你班中國人講，預期你花咁多時間心機走去關心韓國嘅基層生活有幾咁慘，又話乜嘢連臘八菜都冇錢食，咖啡都冇錢飲，倒不如用多啲嘅時間關心下自己國家嘅基層啊，仲話愛國喎，乜味啊，淨係識舉國旗、唱國歌、睇哪吒，我甚至係一大班中國基層生活喺水深火熱之中咧，你又乜 Q 都唔理嘅，簡直冇用愛國呢兩個字啊！喂，嘈咩啊？開會啊！做咩？超同人講愛國喎，火落嚟。咁第二啦，咁我好想用社會學嘅角度同大家探討一個幾有趣嘅話題。咁啊，正如一啲中國網民所講啊，到底大部分嘅中國基層佢哋嘅生活係咪真係好似奴隸咁樣咧？當然，你話如果係以前嘅嗰一種奴隸，咁就幾乎冇乜可能㗎啦。咁因為現今嘅社會大多數都已經廢除咗以往嘅嗰個奴隸制度。咁之但係唔知道大家又知唔知？即係其實喺現今社會啊，都出現有好多帶有勞役性質嘅工作。而如果你係長期從事一啲工作嘅話咧，係可以被稱之為現代奴隸 （Modern Slavery）。嗱，唔係我鳩吹㗎，係我啱啱摩斯嘅時候啊，咁我就上網發現，根據聯合國和國際勞工組織嘅標準啊，原來真係有現代奴隸一樣嘢嘅喎。人哋研究報告都寫埋出嚟添啊，唔係講笑。咁而佢哋嘅特徵啊，就包括第一，工人無法自由選擇離職又或者更換工作；第二就係工資嚴重偏低；第三就係工作條件惡劣、工時過長；第四就係法律又或者社會機制冇辦法有效保障勞工權益，以及第五就係佢哋喺工作期間啊會受到恐嚇、威脅同埋限制各種嘅活動。咁睇到呢一度啦，即係到底中國嘅基層就算唔算係現代奴隸啦？對於呢一個問題咧，嗱就真係要問翻咁多位嘅中國基層啦。始終你哋每一個人嘅工作性質、生活環境條件都唔同，咁所以就要問翻你哋自己係咪符合我上述所提及到呢五大嘅特徵。留心啲，留心啲啊！第一，即係到底你係咪冇辦法自由去揀工同埋離職啊？就例如係你會唔會喺工作嘅時候受到經濟壓力、戶籍制度嘅影響，又或者勞動市場嘅限制，令到你好難自由咁樣去揾工咧？又或者係被逼簽咗一啲不平等嘅合約，令到你被逼工作啦？咁第二啦，就係到底你嘅工資係咪真係嚴重偏低咧？咁點為之嚴重偏低？即係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你可以睇下到底你攞嘅嗰份月薪能唔能夠維持你每一個月嘅基本開支。如果你覺得維持唔到，又或者感到好辛苦、好吃力嘅時候咧，咁就真係嚴重偏低啦。咁第三啦，就係到底你工作條件係咪非常惡劣啦？就例如係譬如你做地盤嘅、做建築嘅，有冇一啲安全嘅設施去保障你？又例如係你做外賣嘅，咁有冇一啲嘅保險係保障你啦？當你有事嘅時候，公司會唔會對你作出乜嘢賠償啦？甚至乎係你嘅工作會唔會經常 OT 啊？係咪有996嘅出現啊？咁如果你真係符合我上述所講嘅各種條件嘅話咧，咁恭喜晒啦！咁你依家工作條件真係惡劣到撲街嘅。而第四就係到底你啊有冇法律同埋社會嘅機制可以保障你嘅勞工權益咧？就例如係當你被無理要求加班嘅時候，咁會唔會可以爭取到一啲相關嘅勞工權益？譬如係攞翻啲 OT 錢、加班費，又或者係當你嘅薪金被拖欠嘅時候，會唔會能夠透過一啲嘅組織律師又好點都好，能夠取回翻被拖欠嘅薪金咧？而最後第五啦，就係喺你工作期間到底有冇遭受到恐嚇同埋威脅？就例如係會唔會俾人哋非法禁錮啊、被逼勞動啊、長期監控啊，令到你不得不要 keep 住工作。咁綜合上述呢五大特徵啊，咁你哋中國嘅基層就自己好好諗下咯。咁如果你哋真係符合我上述所講五大特徵入邊，我諗其中有3個或以上啦，咁我覺得都算係現代奴隸嚟㗎啦。咁
好啦，咁今日進入先。咁今次呢件事上面，大家見到啦，只要你喺中國社交平台講一啲嘅事實真相出嚟嘅話咧，就會俾人斬走噶啦。即係其實嗰位中國 KOL 已經講得相當之明顯，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發現啊？咁就係點解中國嗰啲外賣咁方便啊，啲嘢咁平啊，物價咁低啊，性價比啊。食物的價格包含了一層層的人力成本，韓國整個社會願意讓渡出自己的部分收入，去滿足這些我們嘴裡的底層，讓服務員也能拿一份相對體面的收入。我不知道我們這些從小受社會主義人人平等思想熏陶長大的一代，為什麼會對此出言譏諷，又為什麼會對享受着同胞廉價的勞動力而沾沾自喜？同胞廉價的勞動力而沾沾自喜。即係其實你班中國人有冇諗過喺你哋一啲日日拎出嚟打飛機自嗨嘅嘢，係透過不斷剝削嗰班中國基層而得翻嚟噶？咁同埋一件事亦都係冇比較就冇傷害啦。見到 Benz 對於中國員工嘅遣散啊，而你自己試諗一下，如果真係國企，你哋中國國企嘅話，佢係咪真係會對你咁好啊？有賠償都偷笑啦，唔好話啦。咁所以唔該你班中國網民就好好睇清楚，究竟一直以嚟啊，邊個先係真正害你哋，又或者係割你哋韭菜啊？咁最後啦，今次大家對一件事點睇咧？咁有興趣觀眾亦不妨喺下邊同大家分享啦。咁我諗多一句，如果中意條片嘅 like、出埋 subscribe 啦 ，subscribe 咗冇位嘅球鐘仔咪最多人搶先收睇，拜拜。薯條，你睇下你真係啊幾聽話，薯條又真係係咩啊？係咪聽話？啊打我啊過嚟！我得㗎啦，走過嚟打我添埋你啊！咁乞人憎啊你依家，你越嚟越討厭㗎啦，係咪啊你啊？打爸爸啦開始係咪啊？你睇下佢作反啊！呢個薯條開始打我啦！嗱，你又想打我啦係咪啊？我見到啊，又想打爸爸啦係咪啊？嗱，睇下你隻手準備緊嘅蓄勢待發，嗱，咁啲薯條你真係，哇！你真係，越大越壞啊你，係咪啊？你唔好話我夾，嗱你又打我，你又打我啦，真係薯條，學咗你。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鏈接，一起來投稿吧。